放手！别管我！怎么不行啊？你吃醋啊？周建清，怎么你也在这儿？小川哥，好巧。你干嘛？你谁啊？你跟他说说，我试试。他是谁？我朋友。朋友？你再说一遍。还是我房东。房东？哎，你把我女朋友放开！她是我未婚妻。未婚妻？哎，我们出去说。顾总，你这是哪儿找的女朋友啊？还一拖一啊？附赠了个未婚夫？哎，你放开我！你慢点儿。所以所谓的庆祝，就是跟不清不楚的男人出来吃饭。什么不清不楚的男人？那是我师兄。什么样的师兄需要你这样跟他卿卿我我的？你脑子里在想些什么？我假扮他女朋友，我要不演亲密点，怎么应付他那劈腿前女友啊？你倒好，当众把我拉出来，我没帮上忙还给他添乱。你是忘记我们的协议了是吗？你现在是我名义上的未婚妻，你跟其他的男人吃饭，别人怎么看我？那你今天晚上背着我和江锦玄约会，你就没有想过别人会怎么看我？背着你，我天天跟他在一块儿，用得着背着你吗？对，他温柔又识大体，他是你最好的工作搭档，我就搞不明白了，有他在，你干嘛非要找我当你名义上的未婚妻啊？一个是工作搭档，一个是协议未婚妻，您不一样。当然不一样，他是陪你打江山的工作伙伴，我只是欠了你200万，跟你随便签了一份协议的债户。那你最好记得，以后也别做这么没品的事儿，又不是没有原则，任由呼来唤去。做人的原则，那你就该去找江锦玄那样的女人结婚。我不像你们，有梦想，有情怀，有资本做自己想做的事。我要养活我自己，我还有债要还。你觉得我廉价？我也这么觉得。可我有的选吗？你们这些说空话的人可以替我活吗？放手！别管我！